好多人都會問咧，我哋捐款俾宏福苑啊嗰啲災民，捐咗差唔多30幾40億，咁點解啊？我哋有個疑問，喂，點解而家將呢一筆嘅款項係愛嚟用作回購翻業主嘅業權呢？究竟個邏輯喺邊度呢？好多嘅災民啊都要求係原地重建，究竟個難度喺邊度呢？如果真係原地重建，會唔會可以得到70%或者大部分嘅災民嘅同意呢？嗱，呢一樣嘢咧係好多嘅疑問啊！究竟原地重建個難度喺邊度呢？其實咧計咗個建築費或者重建費咧係講緊27億嘅啫。咁究竟27億，喂，比起而家要收購所有業權嗰個費用係講緊68億啊，咁差咁遠，點解唔選擇原地重建呢？嗱，因為原地重建咧本身咧係需要9至10年嘅時間，而呢9至10年嘅時間咧，其實呢個時間值咧係好多好多錢嘅。舉個例嚇，嗰度總共1700幾戶嚇，1700幾戶，如果每一個月都有一個叫做租金補貼資助，或者由政府安排住宿咧，其實咧如果講緊10年咧，嗰度嘅成本咧差唔多係講緊25億元25億。咁所以其實當然啦，即係好多嘅災民咧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話其實冇所謂嘅，可以等嘅。咁但係咧呢個關鍵就係在於究竟攞唔攞到絕大部分嘅災民嘅同意而係原地重建呢？咁當然啦，而家已經塵埃落定啦，政府只係接受一個回購式咁樣去買翻啲業權翻嚟，而嗰度係講緊使緊68億。咁當然我哋好多疑問，而家政府係用捐款部分嘅捐款咁當然政府仲要出錢去回購翻所有嘅業權，大概係補貼多20億咁上下啦。另外其實火險嗰度咧都有差唔多20億嘅賠償。而家到手去到災民嘅捐款咧，其實講緊係唔夠10億嘅。咁當然啦，好多市民甚至災民都好憤怒啦，因為隔咗咁耐我哋都見唔到有人問責。我認為咧，香港政府咧應該咧要效法翻咧2010年咧上海大火咁樣去處理。上海當時只用咗7個月嘅時間，已經問責咗54個官員或者負責人，而且賠償俾災民嗰個金額咧，比市場價多出2至3成。咁你咪服眾咯，人哋做得好做得叻嘅，你唔去學係咪？而家搞咗個叫聽證會咁而家首輪已經完結啦，咁嚟緊6月又會有新一輪嘅聽證會啦。咁我哋都聽到啲官員嘅官話啦，即係聽到你都唔想再聽啦，因為講緊都係擺龍門射波射博總之咩都齊啦咁但係我都依然係俾個意見，特別係李家超而家咧應該要咧同市民講，我哋會問責㗎。呢件事咧係會追究到底嘅，你起碼講呢啲啊嘛，你等到啲市民能夠安心啲或者係叫做條氣鋸啲，係咪？你諗下上海嗰單大火講緊26人被行政檢控即係講緊坐監其實香港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咧呢啲咁嘅高薪嘅官員咧係真係咧太過癮啦即係譬如我係做官嘅，你係做官嘅我知你咁高人工嘅，我都念在大家都係一齊咁高咁大咁高人工，所以呢種咧係一種高薪陷阱即係當時咧去設計啦呢啲咁嘅高薪嘅官員咧，點解要咁做咧？就係以防你去貪污。咁而家實情就係話，喂，市民嘅荷包就鬼死咁緊，你哋班友揾緊20幾30萬糧係嘛，甚至40-50萬糧係咪？所以你係一定係需要問責。反而你諗下國內嘅官員人工就相當低，咁但係做錯事咧就一定要即時落台，甚至咧國內咧佢招標嘅時候咧係強制性檢標嘅，亦都當中有好多抽查嘅機制嘅。見到一開頭有問題已經即時做嘢，喂，大佬，你香港而家今時今日點解出咁大事件呢？本身市建局只不過係一個法定機構，佢並不是一個政府部門嚟嘅，佢係屬於一個中介人睇下文件、審批下文件嘅啫基本上冇實際權力嘅。即係林鄭當時咧去設計呢啲咁嘅強制大維修，根本都未諗清諗楚嘅。當時喂，你去做招標嘅時候，你就應該政府係積極參與去檢查啲標書有冇問題檢查有冇圍標。如果有圍標，即刻執法。好啦，自從搞咗呢個叫招標妥之後其實市建局係同 ICAC 簽咗備忘錄嘅。嚴格嚟講 ，ICAC 都可能需要問責，因為你係冇積極參與去預防呢啲標書嘅問題，係嘛？咁足之咪發生悲劇咯。咁你而家講緊，你唔係話立法去強收翻災民嘅業權啊嘛？你而家係應該要立法去做咩
你應該要立法去將最初招標嘅時候，甚至交呢個標書嘅時候，就已經需要介入啊嘛，強制介入啊嘛，強制檢查標書啊嘛。你嗰個重心係放翻落去，我哋點樣去預防呢啲悲劇啊嘛。好啦，你搞6個月，而家都未問責、未炒人 ，OK， 俾多少少時間你。咁我都尊重一樣嘢嘅，叫做程序公義啊。咁你咪搞晒啲程序。但係喺呢段時間，我覺得安撫災民，我認為咧亦都將咧收翻業權嘅金額提升翻少少。講緊可能15%至20%，咁因為之前即係間屋未俾人燒之前，咁嗰啲嘢都值錢㗎，係咪？咁有好多亦都損失咗好多嘅金銀珠寶啊、現金等等。喂，咁呢啲你咪去補貼翻俾災民咯。咁呢個做唔做得到咧？真係我好希望就係話，你起碼而家 confirm 啦即係用一個收購嘅形式啦。咁一個收購形式能唔能夠可以再提高少少嗰個金額咧？可能好多網民話：喂，大佬已經好好啦比市場高出15%至20%。我心諗，喂，大佬，間屋唔係你俾人燒嘛，係咪？喂，你而家仲要流離失所，間屋又冇咗，喂，有啲同理心啦，真係唔好咁樣啦，係嘛？講真，俾1倍都唔過分即係講緊市場價，俾多1倍都唔過分。咁你咪，喂，大佬，你捐款都有成30幾億啦，咁最後咧都係希望啲災民早日可以回復翻即係正常嘅生活政府亦都有一個更好嘅方案我係商道嘅 James，加油！